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咧研究客家实验白话语文嘅研究第90，每集呢有10篇文章。今日呢個主題係接馬語言，叫做馬人嘅話吧，語詞，一共有340句嘅第一部分，今日是第一部分。課文一時一語對照錄音，第84篇。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來有所熟絡了解，但是在台灣呢，可以用，有得不可講，也不可做啊。所以講熟絡了解客家嘅這批馬人嘅語言嘅應用啊，對日常生活人之間嘅對話、做人做事等等都係有動態嘅好處，也係受口業、受心田、處業中嘅體課，所以各位鄉親對這個嘴呢要清楚，所以休息做人啊，最重要嘅就是口業嘅受，一個對成功失敗啊非常嘅影響嘅非常嘅大。後來人就講客家實驗馬人嘅語詞，嘅也係語言嘅一種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之中，那係心不平、氣不和嘅時間，也就會應用出來，以爆發了泄露心中嘅怒氣啊！馬人嘅話，大部分係主動攻擊性嘅語言嘅嗰種武器哦。再講，接馬語言也係形容詞嘅一種啊。可能唔用在某個地方，而係用反面嘅互相嘅形容詞。至於一般形容詞係指正面嘅嗰種嘅描寫表情，因此一般高層社會認為應以來組織一個馬人嘅話嘅應用嘅語言，有人講啊，多講善人係祝福嘅一種，講好話是祝福嘅意思。但係多講一個馬人嘅話呢，就變成了一個詛咒，一個就做希望他人做壞事，壞一個結果就係詛咒嘅意思，關於講詛咒。但確實為一個馬人嘅話，有時就難以一語講破全部情理嘅事態。經過我哋嘅研究，一個熟悉真理啊，一個應該分別有幾種，一個話語嘅來源用語有多種咯。第一個以物性形容嘅馬詞，第二呢以偏痛詛咒就是講啊。希望人唔好詛咒嘅馬嘅語言。第三呢，以動物12生肖來做馬語啊。第四呢，以12生肖以外嘅動物是呢作為馬語嘅話。第五，應用人體嘅器官，嘅五官啦，係嘅各種嘅器官物啊。來做馬人嘅話。第六，以行為形象等等，又有使用頻率，就是多少可以抵得語言嘅講話嘅語言人嘅身份與環境啦。經調查研究分析呢，一共有頭都講340句，我來了解語同文嘅意義在哪隻嘅。但是希望大家莫使用係而抵得，咁我允許
一个台中嘅因为种有育嘅一个事情哦，有育罪哦，有育罪啊，一个所以大家唔好讲坏，一个废话少讲。有人讲啊，恶人一记记三人难不挖无，所以讲啊，一个讲话要小心，要小意哈。唔好讲按到处罚，讲究诶，我讲大自家嘅身份安尼。后来睇我哋来先来就睇行嘅研究，我先去用这个骂人嘅话，睇嘅人啊，人工啊，也人工啊，乜嘢係人工啊呢？叫做画圖的這個圖像啊，都人工啊，是圖書之中嘅人像啊，像是啱啱嘅意思啦，係人工嘅，哪一個？聽你呢？不多，不多，這次不到，錯呢？你乜嘅都唔做啊，就不多樣樣。第三古佛古佛，一個古特別嘅古佛家嘅佛，那個蘭太不離不達，點點唔多事啊！第四乃白公嘅，就錯的呢唔答面，就是乃白公嘅。第五，嗰個giảm毒魔，真正叻買樣嘅，抗嗰個不天性嘅，一個毒呢，一個時變做一個主，一個做毒，惡毒，叻馬毒，嗰個惡嘅最大下嘅就係惡毒，叻馬嘅最單個呢，都叻馬毒，人性嘅大鋪。一個地方啊，叫做毒，叫做giảm毒魔，giảm毒魔就是不天性的意思。第六，藍本記是行為素質差喎，不出得了提拔的意思那個意思，然後呢幫忙。第七，一個六事君，這個事啊，嘅本講下嘅事啊，冇去錄啊，唔會做。一錄就一出就派壞關於講是搞住的人那個弄衰人學會講啊錄薄嘅人第八睇我唔成棍，使我跑棍一個也屬你之言，但是也個罵人咯放住就等於講放棄不及啊，太監高級喎一個意思。睇鑊唔成棍，使鑊跑棍第九就三個富人家當過一種廢牛叉三個富人家當過一種廢牛叉，比喻富人家人係他個感情真好，花式真多一窮下嘅時間呢就講唔出嘰哩㗎啦安尼第十冇格殺，一個格呢，應該是一個人嘅像嘅格，格藤嘅格，殺呢，一個就是殺氣殺。老人家行路冇褲襠嘅，褲襠嘅就格殺，就行唔得啦。冇格殺就是指老人家行路冇方便，冇法度呢就拖架嘅，唔會作法吧，就冇拖人咯，冇辦法。判公人員那係冇一個規則法律啦，就唔好去判咯，就冇判法啦第十頁，多點嘅一個有辦好多話，那個點是點點的我嘅意思啊，就是我嘅多起來就關於就講糟糕啦，糟糕有乜個意思呢？一個狗呀，嘅經常就是冇嘅，是唔得嘅。蠶咩？一個點呢是好容易點但是我哋客家話不能夠點第12，
火舞蛤蟆叫，火舞蛤蟆叫，也是比喻环境恶劣啦，环境唔好安尼。第13，头讲啊，落是姑呢，就是上次讲过啊，哈，个姑呢，一个专门搞水人嘅，啊，咩水人嘅啊，一个叫落是君，都落雹。第14，爱得呢为港湾人，爱得呢为港湾人，比喻就是暗中厉害唔知嘅人啊，无人知啊，无人知，也就係講暗無頭呢。有幾欠啦，也係有愛得呢啦，嘿，睇得到保安嘅嚇。第15，不能把審判，不能把審判，比喻個精神嘅人啦，關於講斤斤計較嘅人啦，啊，不能把審判嘅人啦。16，一個錢打24個結，一個錢打24個結，啊，按個男朋友結啊。結同結係南音北音嘅分別。比喻是乜嘅呢？關於講啊，守財奴，這麼為錢嘅人啊，一個錢打24個黃教領養嘅，得入唔得出咯，17，作窮良夫，作窮良夫嘅人，比喻志同道合嘅人，也就係個窮黨窮派嘅人啦，嘅男一個欠過去嘅欠，一個另外一隻詞哈，一個負欠嘅欠用嚟寫哈。第18，目苦唔講太重，目苦嘅人啦，有個目珠看唔到嘅人就目苦嘅人，一個故事片睇下做目珠嘅目哈，目苦嘅人，目苦唔講太重啊。不知利害嘅關係咯，利害嘅關係都唔知啊，好，佢都講負欠就是講嘅門腔嘅黃黃嘅啊，負欠，目苦唔知講太重啊，也有人講啊，目苦嘅人啊唔講負欠啊喎，踢落去啊喎，嚇，目苦唔講踢負欠，踢到負欠，一個南三族我，目苦嘅人看唔到到南三族，當然意圖唔講負欠嘅古代哦，踢到過去哦，第7啊，一個頭度要重複嘅嚇，一個大鑊唔成棍，小鑊泡棍，一個鑊嘅鑊啊，一樣嘅寫，像各位常見，一個湯係煲過以後，説明出嘅以後呢？一時一語對照，一個鑊是一個客家語言係樣嘅寫嚇，就都講啊，大鑊唔成棍，小鑊就泡棍，就防止不接太監接啊，第21，太人紅燈，小人嚟立燈，太人紅燈，小人嚟立燈，紅樣嘅寫，竹絲片，這個抵抗嘅片啊嚇。一個太人紅燈，小人呢馬上就坐下接下，就上下不分啦，不懂禮貌嘅人咯，也就係啦嚇。所以冇講啊，太人一紅燈，小人就出來立燈嚇。一個20頁講到嘅這個講土語呢，土語就是本土語言，另外一個土語呢就是個厝嘅話。罵人嘅話叫做土話，本土語言，土語就是本土嘅語言，土話呢就個罵人嘅話，所以講啊，頭都所講，善言好話話是一種祝福嘅意思，一個廢話罵人嘅話呢，是詛就是很多乜嘅長途來施以太多嘅壞嘅地方，叫詛咒，關於講詛咒啊。所以客家本土語言呢，就係客家白話語言嘅一種。寫作客家文語爭會用粵語同屬順口又好聽，所以講啊，提倡白話文嘅原因就係在於這個
好看睇下嘅本體量係本體量嘅圖。本體量，你講啊，本體量，前世是馬人鐵道嘅有暗沉痛，故所最漸漸，最漸漸本體嘅成法咯，有不得今天一定會死哦。本體量，這個今天唔得叫做本體量下，看聊到本體量嘅時，馬上抗壓出嚟咯，抗壓出嘅耐度啲，所以本體量要自我安慰哦。好家在房間嘅人啊，要風啊係體量啊喎，本體量要意思，體量是一條龍啊，一條量啊，本係影響。第二，以活性形容嘅馬人嘅話，有上腦搭下腦，搭下腦，腦呢口嘅鳥口，口嘅腦嘅是用補助嘅，紐約的紐，搭是變做道鋪，上腦搭下腦就是不按規矩行通啊，這個規矩就行通。嘅搭同橋嘅冇相同啊，橋嘅搭嘅是點樣嘅搭，按橋嘅呢，是一般文康東西嘅不同嘅東西。第二13功用，13功用就是佛家有上師，人家有上師，是嘅範疇係13功用，嘅是過去嘅啦，也係冇人嚟講究嘅嚇。第三，新竹嘅賭馬鬥兵，新竹嘅賭馬鬥兵，跟南埔嘅賭馬呢，唔是冇兵嘅，冇鬥兵，但是一鬥兵下去呢，一刀計都會落，用啲刀計啊，嘅兵會落下，所以新竹嘅賭馬鬥兵啊，就要樣相好看，用途不多啊嚇。第四，走流流游水，走流游水，那個落雨按太陽，咁用走流是不礙事，有人嚟講哦，走就是竹石頭做一個走嘅走嚇，就是走流水是冇好意思啦。親像講吹南開水也係一樣啊嚇。第五，冇閒錢不走流，就是走流按多扛啊，也冇必要何時來補咯，冇需要來補。第六，過時嘅日落嘅，也係比喻冇好嘅意思。這個冇好嘅神通山，也是過去要把握地圖裏啊，有神通山。過去嘅冇好嘅神通山是個比喻，是好冇好嘅意思。第八，做王作嘅，比喻當主管是做王作嘅哈。第九，家狀花，比喻是古老摳貨，摳料嘅東西啊，就是佢都乜嘅咯，嗌嘅家狀貨，一個是個比喻摳料嘅貨。第十，一個溜手貨，撿漏的漏，手呢是入水的水哈，溜手貨。歐洲有過時嘅東西啊，叫做溜手貨咯。第十遍，200嘅風茶，有樣呢一個形容詞嗬，沸騰嘅物聲啊，噼里啪啦快風茶噼里啪啦。第12，鵝籠丟牛，就是鵝籠就是大腸癌喲啊，丟牛就是很個多意思，胡說八道。鵝籠丟牛，南三講安尼哈。第13，點火樣，指時間個短，時間短啊，親像點一支出爐火嘅時間一樣啊，就點火樣啊。第14，掃把金鳥盤，比喻那個快油啦，
起厝，所以伊讲啊，台北有人讲哦，一个要用新手把精妙来判哦，能为一个坏事，能为那个坏运，能为过黑，也起坏运台北个一传说啦。从是一个什么离婚，这个毛财富离开户口嘅时间。家用呢，就拿姜来盘坏的去哦，也这个意思相同一个风俗。第15，绑手机对贴上帝嘅意思。手机睇嘅手机呢，两个人才个机，一下绑来，有时绑过去，绑来又绑过去，也是两啥子是熬时嘅意思啦。16，钓看时。钓看时本意是指关于讲皮和系滋养嘅用嘅指处处都疏导人家嘅爱人家嘅知识，也都钓看时，人讲嘅行伊都做一行安尼77，永成大会，永成大会，永成大会哟，永就是永字的永。唐国家，大家的土是省会省，永省大会就是会省满地都系，莫大说莫一枪就系啦。第18，太灵棍，佢容易使人好，他人家好，这个太灵棍即间冇嘛个理解，他人家好按过第19，一个邻村。马人嘅邻村就是昂昂嘅意思啦，邻村昂昂一个第20，牛仔佬，牛仔佬是马人，好马人嘅人呢，扣得茶，所以带牛仔佬，所以你系咪牛仔佬21，牛头头，牛头痛。係不可理喻嘅人，冇辦法地講理嘅人認為用牛頭頭，嗰係會牛頭頭第22，殺頭貨，馬人殺頭貨，就冇好嘅冇，壞嘅亦太多咗，殺頭貨所指嘅就俾人吃啦，頭上嘅所以我哋講客家本土語言，就係客家白話文嘅一種，寫作客家文語。張入面通俗順口又好聽所以客家語嘅連音詞其中是連音詞嘅連音同用詞也是客家白話文地圖裏最特殊優美，也係世界上語言中最美最強嘅素材所以同英文嘅 connect CONNECT 冇相同。我也所講連音詞是 union UNION 以上呢一個就第2部分，以形容詞來做馬人嘅一個反義，亦強有藝術語嚟，我哋再接下來看第3部分。第3部分呢是以偏通來做馬人嘅反義，偏通一個我哋客家話嘅馬人呢有啲會清楚一個題嘅呢就是講不穩，一個就是講千種不結文樣一樣難以治療，千種見呢可為停，一個疫情也係做不穩的一種嘢唔敢講關於是講瘟疫，我哋是講瘟關於這個瘟疫，我相同。第2不合，而家平時片大下做個合，入合也不合也冇一隻事，天羅地律冇一隻事，所以用寡婦講了不合。按不合就是講氣喘，就是講自找苦吃，自搞自家添一個麻煩，也係佢辛苦嘅意思嘅一種啦第3按不中呢就是一個鼻障礙，
应该无廉价啦，就是难以预料的，又该痛又该痛，又该凄惨的痛啊，就是个改不中哦，所以我满意一个但是满意是要看上下文，上文係講好嘅，這個係也就變好嘅其實不少像美容方面的人會講，自從水油啦，不少叫唔來就唔舒服，一來就舒服嘅都不少叫第五，不是就癲癇病北普鄉親講竹麻菜。第六，不如，就是皮膚上蒼嘅皮膚片一樣，比喻好嘅事情啊，非常咱們不如係乜嘢啦第七，不冷就是非常嘅強悍。以前就講不冷就大白嘅呢就是瘧疾頭白嘅日本時代啊。第八，這個不談風就是中風樣東西南唔穩穩企起來嘅時間穩冇那好企起來，就會俾人罵個不談風不談風就日日個嚴重中風中風嘅意思第九，不露曉嘅句話就做戲的裏時常講嘅啦，意思是指露三八的意思，不露曉，有一個不師傅曉，有一句話指露三八。第十，這個不火煉，比喻製造苦吃。所以呢，假使南山我娘爆到火嘅時間呢，這個東西，這個自己會中風嘅啦，也用火燒桶去噴啦。第十一，一個頭先講不師傅曉，比喻好嘅事情，搞壞常不師傅曉第十二，過磨就痛苦難醫嘅病通常是講係會嗰個切胎過磨切胎一句話罵人，也係相當嘅嚴重，大家莫講第十三，惡弄惡血就是無弄是非，無中生有嘅意思，無中無弄那個挑撥是非，冇就講有，也就講惡弄惡血這實際一個就係偏嘅一種，一個就大腸癌第十四，一個惡弄惡血，就像頭都所講惡弄惡血是一樣有人講惡弄寡血，好，第十五，惡爸爸就是冇樣冇價嘅意思，冇樣冇價。第十六，惡爸就是無中生有，不可靠嘅，也係慘嘅，也惡爸嘅，老爹嘢第十七，一個膿頭，一個那個把皮膚嘅膿有頭，就像不油一樣嘅就一個意思就是比一個油不油嘅膿頭拔出來就好嘅，表示做壞事嘅帶頭嘅人有人講熱身失敗熱身造孽的孽，熱身就是是非帶頭做嘅做壞事，咱們做壞事嘅第十九，阿廣那個廣是擬詩篇作為廣詩阿廣就是擬農個擬農，其他人講擬農就擬派到嘅意思。20，歐柏斯嘅嘅
个呢，个头前的式都单音字，要用 a 啊。俄拍式的隔夜啊，隔夜就是隔夜防止痢疾病啊，一个有个模拟哦。所以个俄拍式个时节，流行的时节啊，伊讲北风菜哟啊，个隔夜北风菜，隔夜北风菜。第20个独孤鸡就是鸡个是会黏黏，唔敢讲话，唔会痛啊，个唔会做上做下啊，叫做独孤鸡，除我睇见独孤，佢就是冇精神啦，身体衰弱，黏黏的鸡，哦，也叫做差唔多俄拍式的鸡，所以我哋推广客家语文呢，注音符号啊，大家注意哦。过去是用波破摩佛，也系用 ABC， 用一个汉语拼音，国语拼音是用波破摩佛，汉语拼音也个是用 ABC 啊，怎有办法一个来了解语音嘅结构同方便嘅使用啊？所以希望客委会大力来支持来推广一个注音嘅新使用。就像过去读国语、读华语一样，波破摩佛37个线读，读会人晓得注音，会注音以后呢，自家就会读，但是低音不低语啊，我个情况，所以客家嘅土语就是客家本土语啦，哈，喺客家拍话语文地度里非常重要嘅，土话莫讲哈，一个头多所讲啊，马人嘅话呢莫讲，係土话。山人是祝福的意思，马人的话呢，就变成国语讲啊，就祝福的意思，安尼哈。所以一个我嘅话嘅图呢，要按多做哈。咁樣時間的關係啊，就講到一隻嘅哈，一個主旨講啊，2萬人皮嘟嘟的，10萬人就會100個的，愛水彩人嘛，金嘛。金皮有搭金獎，一個就得做嘅安尼講啊，所以主旨講嘅話心講體胖啊，胖水產人嘛，佢冇要緊，冇必要對反對嗬，然後俄羅嘅時間呢，就會來講，謝，也冇俄羅人家講好話是一種祝福嘅意思，嚟講謝。多謝，安尼吼，什麼，安尼講廢話嘅時陣呢，點，莫言語啊，所以講一個應對話語嘅方式。好，我睇下嘅我哋讀一遍，一個連音詩是客家拍話語文地裏最重要嘅一部分哈，一個拍話文語裏最單個一共有9個音。啲叫嘅是某一個音，單音字嘅時間，但是高速同做性別家同大橋嘅對，也冇一個支持詩一個單詞啊，按我哋支持詩呢講強順啊，支持詩啊，所以說講啊 ，A 嚟講叫做A 呢本音O 啊呢，A 嚟講啊是 T 嚟是哇，聽嘅啦。第3個呢呀，第4個嘛，第5個呢那，第6個呢呀，一個第7個一個音，第8個白，所以 A 有微的也沒能嘅白，按古數人咯有微的一米呢嘅比嘅音。按 O 呢有我了有冇那個波，也就他講模糊呢啦，只有 A 音，所以 A 音今日下當前，客委會用讀本音，嘛間有本音咯，只有讀聲母，但是語音一定要有聲母加上韻母，再加上上調，安尼那是語音。唱讀本音是注音嘅時節所用嘅哈，所以連音詩過去多見，大家都是可以受研究到。連音詩唔係每隻詩都有，一個連音
那个韵母啊有28式，但是连音式只有 RAO32枚啊。那个诗呢，一共只有11式。A 音呢一定要用实体字，实体诗啊，A 音呢实体诗啊同 O 呢，马来亚马那个巴要用上音，P 到上是乜个意思？用上音呢，用耳共弹嘅。那个 A 音呢，实体字、实体诗是要模组看嘅，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共同来研究连音诗这是最强嘅他都讲嘅是这个NGA 是的意思，做韵母为音，韵母的咪音是拿来当做那个声母，那个韵母咪音拿来当声母，为是音。M 音呢，咪音韵母咪音是音，拿来当声母就妈来讲是妈所以各位乡亲大家一个连音诗是在也非常人来了解，所以用诗用语方面呢都是有差异。再讲一个语言的东西有不同族群与地方，有不同的语言与用文字的用法有个不同以上什么都给每日就讲到呀，希望大家感谢你，再见。神夢按知識要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